喺高壓教育制度下，家長你焦慮嗎？想避開高中或者 DSE 嘅內卷戰場，經濟前景未明，歐美留學費用令你卻步，有一條出路，92% 香港家長都唔知道。喺過去3年，選擇嚟馬來西亞升學嘅香港學生暴增300%，點解呢？因為佢哋發現咗一個秘密，只需要用一半嘅價錢就可以拎到世界排名前100嘅大學畢業證書，而且馬來西亞距離香港只有4小時嘅飛機旅程。大家好，我係馬來西亞教育顧問 Islam， 今日我就幫大家解開呢一個升學方程式，話俾你知點樣可以繞開傳統嘅賽道，提前鎖定學位而不被動咁樣等待。如果你嘅孩子符合以下任何一項，其實都好適合呢一條升學道路㗎。英語能力中上，但係整體成績未必突出。想避開本地學位競爭，直接對接國際課程。預算有限，但拒絕妥協教育質量。1月22至25號有一個行動，可能改變你孩子嘅升學路線。請你必須要捉住呢個起點。我將會參與由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嘅第35屆教育及職業博覽，地址喺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Hall 1D 及 1E， 展位號碼係 1EC24。同時2間頂級國際學校嘅職員將會親臨香港，為家長提供獨家嘅面談機會。首先，我會為你介紹一間一站式國際教育樞紐嘅國際學校 Sunway International School。呢間學校有一個絕無僅有嘅優勢，一間校舍匯聚3種國際頂尖制式課程。IB 國際文憑課程係全面發展嘅路線，英國 IGCSE 課程係深度專精嘅路線，加拿大 OSSD 課程係靈活實踐嘅路線。Sunway International School 能夠喺同一個校園裏邊提供最專業嘅教學資源。咁樣意味住乜嘢？意味住你嘅小朋友唔需要為咗轉換課程體系而轉校，可以喺同一個熟悉嘅環境裏邊揾到最適合自己嘅升學路線。更難得嘅係 Sunway International School 嘅校方職員 Mr. David Cole 將會親臨博覽會嘅現場，為你提供免費1對1嘅諮詢服務。你可以直接向職員諮詢3種課程體系嘅具體差異同埋優勢，你嘅孩子性格更加適合邊一種學習模式呢？唔同嘅課程對接，全球大學嘅優勢又係點嘅呢？接住嚟，我會介紹另一間頂尖嘅學府 Oasis International School。呢間馬來西亞嘅頂尖國際學校將為你預備咗更加直接嘅學術定位工具。緊喺博覽會期間 ，Oasis International School 嘅職員 Mr. Brandon Water 將會提供免費職場英語及數學入學嘅評估。呢個唔係普通嘅測試，而係一份精準嘅入學門檻學術定位報告，讓你知道小朋友係咪達標入讀國際課程。由於評估需要由職員1對1進行，每日嘅名額只係有4個嘅啫。所以如果你希望小朋友獲得呢一份價值港幣2800蚊嘅專業評估，而家就要行動啦！如果需要預約免費職場英語及數學入學評估，就快啲聯絡我啦，或者喺 Facebook 搜尋4隻化骨龍時嘅專業，填寫報名表格預約。升學規劃最貴嘅成本唔係金錢，係時間。一個錯誤嘅決定可能讓小朋友浪費多1年嘅時間，一個正確嘅信息可能打開佢從未諗過嘅無限可能。仲諗？快啲 WhatsApp 91799395揾我馬來西亞教育顧問 Islam。記得注明你想諮詢嘅項目啦。與其觀望，不如行動。1月22至25號，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Hall 1D 及 1E， 我馬來西亞教育顧問 Islam 喺 1EC24號展位，期待與你哋見面啦。